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曾经互网友票选为上歹食的挂菜。即摆伫婚姻关灯咧大出，但是因为计数无够水，菜收嘛无够成本，所以菜农是规气开放这个菜园啊，互民众免费家己来买。啊，若讲到这个挂菜，佫叫做长年菜，真侪家庭过年围炉拢会煮即味的，表示延年益寿。但是因为有一种特殊的口味，这个苦味，所以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来接受。啊，大众普是讲，只要先用烧水甲洒过，甲即个水脱好干，除了会当保持着挂菜的青脆，食起来嘛袂遐尼啊苦咯。姜丝、芡芳、南香菇、咸椒啊，规大把青色的挂菜落去炒，看起来色香味皆全。但过特殊的口味，毋是逐个人拢会当接受。苦不喜欢，苦苦的吗？对，苦苦干干的。要安怎料理才袂有口味？中破塞来给你讲。蟹棒丝，然后香菇，然后姜丝爆香跟那个辣椒爆香。中破塞讲，甲撒过了后，再搁浸冷水了，再落去炒，搁淋干贝甲控好的汤，就会使保持这个挂菜的青脆，嘛较袂苦。要炒的话，我们就要切小块一点。挂菜真营养，要过行情一斤只剩30块。婚姻二轮前的挂菜，因为收无工钱，规期开放免费红菜收。俗啦，俗个无人爱啊，好地无他村啦。乡亲传家私布袋啊，家己去挂，准备分享给亲戚朋友。挂菜外观看起来较长，有延年益寿的意涵，是围炉的长年菜。虽然有较苦，也过代表苦尽甘来。只要用一寡撇步，就当让苦苦的挂菜受到欢迎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